粵語講嘅濕滯原本係中醫所指嘅消化不良，後嚟就引申為遇到咗麻煩難解決嘅人同埋事。喺唔同嘅語境底下咧，佢所表達嘅意思係有啲唔一樣嘅。比如半斤八兩裏面就有一句咁嘅歌詞：揾嗰些少到月底，點夠使？因過鬼，確係認真濕滯。歌詞裏邊嘅濕滯啊，係指非常困難嘅意思。如果講嗰個人啊好濕滯嘅，就係講呢個人係比較難打交道。如果講今次真係濕滯啦，就係指自己遇到咗麻煩嘅事情啦。濕滯呢個詞啊，最早出現喺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裏面，係形容水流不暢、河道堵塞嘅狀態。唐朝王勃嘅詩裏頭亦有一句：長江悲已滯，萬里廉將歸，係形容長江好似因為悲傷而停滯不前。